阵犯人乌白台人利用变装干扰警察办案，有人探样讲下晡点半要绑重点车头。有家枪压制犯人乌白攻击来无命，政府表示尊重家属的意愿，让有家枪入去中烈士。中国军舰点恒春外海公布，请美国军机离开中国台湾，去予美军回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曹欣。台北市警察局办台北济运乌白台人这条案，今日说明上新的进度，强调犯人变装几哪摆，利用奥多摆、利用 U bike 来移动，这个人是真干巧，造成警察咧办案真困难。也警察伫伊犯案了后，73分钟内锁定是共一个人所做的。也犯人的钱到底是对倒位来？警察发现讲，伊主要是用中华邮政的口座，钱大部分是用来纳厝税，也除了因老母达几汇钱给伊以外，并无其他有异常的钱入去伊的操作。前号满地无法张文入去台北集运时阵，头买互监视器翕照面正细致。台北市警方侦办张文的台北集运司机杀人案件，日日说明上新的侦办进度。经过监视器画面分析，甲离场顶落的查访。发现19张文放火了，烫花土变装，穿号满入去台北集运，搁在烫号满穿建设家发案，尾个穿花土加烫花土其成品攻击，变装几落遍。伊刷顶当时阵拢是骑奥多拜加 U bike 两种交通工具移动发案。伫台北集运等17粒烟雾弹加3粒汽油弹，造成4死11伤。本案的困难之处是在犯嫌他已经预先勘察地形，熟悉的路线，快速翻案之后逃逸、变装，还有更换交通工具，拖延我们的调查。张文自2004年4月到犯案进前，买防毒面罩、烟雾弹、汽油桶等犯案工具，用1年半的时间规划犯案。在金钱方面，伊主要用邮局的口座，大部分拢是摕来纳厝税。除了因老母每一个月汇钱以外，无其他钱入来，其他也管查。我们是从17点25分到18点38分，一共是花了73分钟来做确认，那后续就启动围捕。这件案件发生了，到即马已经累计超过20件伫网络顶的恐吓大文，讲要伫咧大众运输系统犯案。就有大文讲，日下昼1点半，要伫集运系统引爆炸弹，警方唔敢大意，加强8节、中节加高节的戒备，也加强连接车站的审查。他注册时候的 IP 在尼泊尔，然后在昨天大量发送说要炸北捷的这个讯息是在柬埔寨。代替工会希望政府建立代替人员的紧急应变 SOP， 也要强化保全人员的能力。我们对于保全的这个需求，行政院在这个部分所说的加强安保措施，是能够拿出具体的作为的，而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派员警去巡逻，就这么简单而已。实施像他这种样子还是要有一个人格的偏差。才是他一个基础，模仿只是暂时性的，只是在放空气发泄一下对社会的一些乱象的一种感想啊。犯罪预防的学者分析，若发生大家注意的重大刑案，做落来2礼拜是模仿犯出现的高风险期，因受到示范效应的影响，伫网络顶发现恐吓社会大众，想要得到注意，所以要提高警觉，也呼吁媒体莫有影响化的报道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济运发生乌白攻击这个事件，致使济民众心内真惊吓。台北市卫生局对今日开始到明年1月初1，伫咧中山地下街 R7 出口有设关怀站来免费提供民众心理咨询。也民众若无方便去到中山，会当打电话、较安心专线，24点钟拢会有人来服务。请假的专业心理师引导民众建立白色布棚做咨询，疏解压力。台北济运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了后，真侪民众产生惊吓和不安。北市卫生局为日起到明年元旦为止，会伫中山地下街 R7 出口的所在设立安心关怀小站，提供民众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如果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工作的话，那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设的这个摊子里面，来去更了解自己目前的一个心理的状态。这几日有不少人去司法地点献花留言致意，悼念影响抵抗风险的有家长，
有一寡心理较脆弱的族群可能出现焦虑、忧郁、失眠等症状。卫生局表示，若无方便面对面咨询，已经启动24点钟安心专线，会当提供心理安踏、甲后手资源转介。目前已经接到10通的电话。有些人本身有一些心理上面的，本来就有在就诊啦。那他听到这个事件之后，他也是觉得心里不太舒服，有点担心。就伫这个事件防迫着伤的民众中，有一位是已经通报，高食药稳定控制艾滋感染者。事发迄当时，若有民众互血液喷到，还未就医的人，会当卡1922防疫专线咨询。必要时，爱伫72点钟内有风险到药以降低感染风险。卫福部表示，已经有个位数方转介医疗院所做评估。这2天以来，大概接了21通的电话，那多数都是担心，那么当然也有这个少数，大概几个个位数，那么有投药的情形，预防性投药的情形。卫福部也宣布，针对这个事件，提供每人3摆免费心理咨询服务，会实施到明年2026年底，而且无限年纪将款认定，协助民众度过事件了后的心理调适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也伫这站攻击事件当中，有家长因为压制嫌犯来冒命。地方院内政委员会今日通过临时提案，表示讲尊重家属的意愿，家属若愿意会按照这个保养条例交桃园市府来办理，互有家长入去到中立署。也另外一个死者骑奥多拜伫咧路的等红灯刷去红台，恐惊是无法度用8岁或是台北济运的保险理赔，敢若会当领上济180万的这个被害补偿金。针对这件代志，台北市长朱万安回应讲会透过3个方向来协助。我嘛为他为荣，毋过但是我都无去。你嘛希望讲伊会当尽忠你的词哦，我都足欢喜的啦。受了后生伫12月19随机伤人事件，用身躯动刀阻止嫌犯伫台北车站内等扣弹的计划，伊家抢的妈妈目屎4烂水，表示会慢慢放下，也毋望后生会当亲像台北市长周万安所提议的入中联署。差不多3岁、4岁的时候，他爸爸都每天带他去中烈市一起去上班。为了感念伊家抢的义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通过临时提案，尊重家属意愿，依照保养条例由关照等政府一路系统市提报办理。不过外界嘛关心另外一个死者，37岁姓肖骑机车人，当时伫成品南西店外等人顶扣攻击不治死亡。受害时阵人无伫台北捷运，嘛无伫8岁内，理赔武术安怎计算？大概基本上3个方向啊，一个是犯罪被害者保护协会相关的补偿，另外对于保险理赔以及相关的抚恤，所以社会局这边都会会诊。那我们也陆陆续续接到了许多捐款，我们一定会用在照顾这一次不幸的伤亡者身上。面对特别搞的跨年活动，周万安除了要求警察局捷运公司增加警力保全，12月2日也伫捷运市府站、市府转运站进行高强度的演练。我们每一个车站的询问处，我们都有给站务员有配备，包括盾牌和长棍。这是本来就是郑捷事件之后我们就有准备的。我们有一些是精英保全，精英保全就有准备这个除了防狼喷雾以及警棍以外，还有这个那个叫电击棒。跨年活动迄天，因为挖近主会场的大巨蛋，当时有艺人的演唱会。台北市政府表示，维安部署包括会设路障、加派特勤小组、防暴犬、防暴车等，整体周边场检也拢会全面警戒。台北捷运董事长嘛讲，迄天主要的车站保全人力拢会加派将近1倍，确保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讲金门金城高中进前发生健康教育的考试题目用词真无妥当，牵涉性别的争议。也即站学校今日表示讲，教出这道题目的老师改评，袂使搁做教师适当。好，校园性别争议真侪，立法院今日就召开公听会，针对校园性别案件的调查。专家学者就建议讲，调查人员伊的专业能力要有态度的机制，建议主管机关公告无适任的调查人员，避免学校去用到，造成一寡性别意识根本无够，也是讲知影法规煞无清楚教学现场是虾米状况的人员，进入调查小组来影响调查结果。
金门县的金城国中，伫这份传说健康教育的课题涉及文理不同、性别争议。学校理理讲，教师评审委员会决议，将出队的老师改聘，4年袂当聘任制教师。目前该校已经于上个月召开教评会议，将其解聘，而且4年内不得担任教育人员。性别平等教育法已经实施20年，不过校园性别争议依然真多。那金城国中、明传大学也问卷涉及性别文书，甲大学以后性别案有涉密的问题。立法院开公听会，针对性别案件有关调查人员专业的领导加态度机制，建议主管机关公告无适任的调查人员，避免学校误警，也个推展会流演习，了解上新的法规。我们的主管机关是不是有定期的去检视我们的人才库？这一些被移除的人有没有公告？然后有没有告知这一个当事人本身？何必论观察到，无做好保密的人，定定不是处理事件的人，而是后来其他的人。以后修法就会扩大保密原则的适用范围，和教职员工了解保密的义务。其实现在保密义务我们都觉得有点模糊，像是委员跟相关人常游走在灰色地带，有人任意对外谈论案情，造成当事人的2度伤害。那另一方面，也有人可能会用保密当封口令，压制整个当事人跟社会的讨论。参与人员一定受性平法的一个约束。那至于其他的人员，他在面对这种性平案件去做一些不当的传播，当然自然会有个资法跟一些相关民刑事的责任。朱俊将讲，教育部有定期检查调查人员的人才库，3年内爱定期会流训练，5年内爱参加调查，每年检核2遍，若无符合就提掉。若保密的责任，将会定指引或者是参考资料，向教职员甲学生宣导保密的责任义务，避免触法。记者综合报道。宪法法庭5位大法官伫咧12月19判决宪诉法司法违宪来无效，这后是互在野党真不满。国民党团今日就去到北检对5位大法官来提告。另外，在野立委嘛真无欢喜讲行政院无爱护司在违法司法，是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案说明仔载会伫立法院的听诉委员会来摆案。知法犯法，判决无效。无认同宪法法庭5位大法官判宪诉法司法违宪失效，立法院国民党团日到北检对大法官谢明阳、卢泰龙、蔡彩珍、陈良武、尤必祥提枉法裁判罪告诉。就算你不根据新的宪诉法10人的标准，原来的宪诉法也必须要遵守现有总额的2/3。才能够开会来议决、告发、检举这5位违法滥权的5位大法官。反对不要抓做谁喊抓谁，支持宪法法庭。国民党团提告的时阵，现场有民众抗议批评拿行，和宪法法庭无法度运作。另外，在野立委也不满呼吁外护署外执行在违法司法，提案弹劾赖总统。案生23伫立法院听诉委员会摆案，上紧26议会提立庭表草案，会伫全国办公听会邀请被弹劾人赖总统到立法院说明。那我们预计应该是在明年520左右来进行有关于弹劾的投票，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宪政程序。蓝白联手启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1次的弹劾总统案，而他们心知肚明，他们在国会并没有足够达到2/3的席次，所以这是空抛弹的弹劾，这是虚张声势的政治动作。民进党立委反击讲，若被申诉无法度互弹劾案成立，只是想要用弹劾庭诉，互赖总统接受立委的紧问急答，朝野一直互相过招，对立的情势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有几名立委去到中国的厦门参加活动，这就引起质疑。今是要去接中国的指示，洪巧玲表示讲这是自费的行程，但玉珍强调因是光明正大。另外，就好用那样，卖个阻挡国安法案，赶紧审查军备的预算，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这抓引起到中国，无去互中国交代任务。国民党立委洪巧玲及透过面册分享去厦门参加大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33周年庆祝活动，佮副市长甲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老爸蒋浩贤的合照。除了伊以外，一个媒体报道参加立委国父林书明、邱淑华、叶元之、郑正琴、吕玉玲、涂宽吉7人。
民进党政府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大陆事务，那对于这些愿意奉献心力、关心台胞、关心台生、关心台商的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又要扣上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没有鬼鬼祟祟附中这件事情，就算去中国大陆也是光明正大。我们是自己自费的行程，这个难道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陆委会，你今天做不到的事情，让在野党的委员们去做，你应该是给我们肯定，而不是在那里阻挠，在那里抹黑。陈耀典承认，但邀请其他拿会，洪秀玲强调是自费参加活动。民进党伫县党团要求相关委员等下台湾了后，用实地行动证明并无去中国领事，唔通够主动去中国报备国安法案，甲国防军备无算。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直接点名。去中国的这7位国民党的立委，不管你们是去单边跟台商交朋友也好，还是要去跟中国台办人士见面也好，如果你们真的没有接受任何的指示，回到台湾来，到了立法院，在明天召开的程序委员会，我们就看你实际上的作为有没有将附中报备的法案纳入审查。民进党团书记长陈培如强调，立委去中国立款的国安法案，伫真济委员提案之下，已经做到主动751摆。报备机制，敢若是提醒风险，毋是许可制，也无限制委员行动甲言论自由，以援护国民党全面来反对。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央普发1万，嘉义市民会当阁加领一条。嘉义市府讲现金要阁加分6000块。市议会伫今日通过提案，也市府表示讲会赶紧公告细节，互市民会当伫旧历过年进前领到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真欢喜的讲，这是天顶落来礼物。伫中央政府全面普发1万块现金了，嘉义市议会日日通过市府提案的进行经济加码普发6000块现金计划，有26万人会当领到。之下有这一笔多出来的经费可以运用，非常的好。今年的11月底，整个全嘉义市的那个户籍人口数大概是26万1000人左右啦。那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是以发放现金。嘉义市计划一日旧历过年进前，互民众领到6000块，不过用多一天做基准日也无公布，民代担心会有无公平。起算的日期怎么算，影响的人数，或者是说它的公平性、合理性在哪边？但是市政府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说帖。大家关心的有关于基准日跟造册日的部分，那我们将会在近期之内尽快统一对外来说明因为它还涉及到很多单位的这样子的配合，以及我们相关的作业期程。全国确定普发现金的县市，除了嘉义市以外，还有新竹市、桃园市、新竹县等县市，面对普发现金的提案，已经伫咧议会通过。不过因为财政的问题，无法度执行，有真侪县市受面对提案或者是提议，感觉因为财务状况无法度执行，全面普发现金1万块了后，民众若想要再领到现金，就要看地方政府钱敢有够。记者综合报道。也屏东有一种交通方式，叫做小黄公车，就是讲的客停车，但是伊是做公车的服务。也小黄公车呢，每年1月初1开始买来起价，一转呢对10块起到20块。也毋若小黄公车即个客停车照秒数算车钱，买来调整会来起价。也若拄到停班停课，会阁加收50块。过来台车礼拜班，客停车伫大路来来去去。最近屏东县政府公告，对115年新历1月初1开始，针对2项交通的介绍进行调整。一项是客停车，车速无到5公里时，对原本的150秒调整成100秒跳5块；暗时缩短每83秒跳5块。若当着宣布停班停课，阁会当加收50块。毋过有司机还讲，秒数其实差无偌济，而且阁要纳调表的费用。所以讲改表，阁叫验表。我那个加开500块，我开500块的变成无意义啊。实质上是帮助一点点，真的没有差很多啊。政府规定我们怎么跑，我们就怎么跑。
另外嘛，调整介绍的是省园公车，原本一抓10块，明年开始起做20块。目前屏东县已经完成34条路线，逐年服务超过10万人。县府表示，这摆调整是考量物价和营运成本，而且普爱卡、敬老卡逐个月点数提悬到1000点，入卡了后，阁会当使用点数落去扣，同款是10块。优惠价10元推广到现在。那县府考量我们的路网持续扩充到目前34条，以及我们的社福卡从500点提升到1000点等因素自明年1月1号开始，小黄公车费率调整为20元。县府交流处表示，省园公车对2018年开始推索，调整成20块嘛是阁比公车较俗，而且路线和车帮这几年拢较稳定啊。希望这摆介绍的调整会当兼顾民众负担，以服务永续，互屏东坐车阁较利便。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中华去年宣布讲要伫丰原、要伫梨林附近起火葬场，这是互民众真不满。今日县政府阁再进行环境评估的审查会议。虽然讲自救会有去到现场抗议，要求县政府提案，不过今日环境评估已经通过，自救会讲真无奈，会阁讨论说落来要安怎做。荒野火葬场，人才不实，撤案，撤案，撤案！梨林丰原环火葬场自救会100多位民众画口号，要求县府爱提案。中华县政府去年宣布要伫丰原乡草湖南段228至2号的土地起火葬场，8月进行环境评估第2届审查。但是自救会认为，选地点的评估报告过程有空棚，已经向地检署申告，定在不实。我们很强烈怀疑说，他们这个老早就内定好了。选址是一个射箭画靶的一个问题而已，我们也希望说环评委员能还给我们那边所有居民的一个安全，还有选址的一个真实性。在这个地方5公里之内有方面工业区，还有20中客、20禁忌，但是健康风险并没有把它纳进来。我想这很多的东西是低估的，那我们这边空污本来就很严重了，不应该再增加了。环保团体指出，中华火葬场预定的地点距离当地的涂料工厂间隔无够500公尺，已经违反殡葬管理条例，而且空气污染无踏入附近工业区的污染源，根本无顾虑在地民众的健康风险。对此，环保局表示，拢有针对火葬场附近做影响评估，会交予环评委员来审查。周边这关这个敏感的这个所在，拢有去做这个影响评估啦，针对这个污染加层的部分县府嘛提出方案甲措施啦绝对会保证咱这个对咱环境袂造成真大的这个影响。经过4点外钟的讨论，环评委员会认为火葬场的开发对噪音、空气、水质等污染拢有相关的预防措施，无明显不良的影响。宣布彰化市民园区开发计划通过环境审查。自救会无奈表示，会搁再讨论后一步要安怎做，继续守护在地人的权利。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高雄这边桥头新市镇第3期计划开发面积有219公顷，其中有一条60公尺宽的路要开对桥头糖厂内底去，也有100年历史的旧宿舍甲100多公顷的树林拢会受到影响。环保团体就来反对，来发起联署要抢救，呼吁市府甲中央爱充分沟通，建立公开的协商平台。来到500年历史的高雄桥头糖厂内底，四界拢是悬大青翠的树木，民众抱练骑电动车伫园区那西那欣赏日本式的老宿舍。不过，这么水具人文历史气氛的园区，才有可能会因为桥头新市镇第3期开发计划，要伫这开一条60米宽的路，出现保存危机。有民众听到这个消息，讲真正唔通。一代一代安尼传着讲，这就偌久建设的啊，偌久建设的啊呢，有一个历史纪念品啦。民众认为老宿舍是时代基地，唔通因为开发就来牺牲。因为新市镇第3期开发面积将近219公顷，路坡对糖厂过有100多公顷的树林可能会毁了，加做主体建筑用地。伫咧这生活保育类唔应提价高民警，恐惊会受影响。环保团体发起联署抢救，即阵已经有超过2000人，40个民间团体来响应。全团建议路会当斜对外规划，甲糖厂的文物、甲大塘国有地部均保留落来。应该超过1000丛树啊！你迄条路过会无伊啦。边仔的建地也都起落，差不多10万丛树啊会无伊啦。
所以是100公顷，所以讲这条路爱先闪，外围较袂有这个冲突，来就是讲这建地卖搁做啊，你抬腾的，拢国家的就留落来就好。款团强调，桥头这片100多公顷的树林是北高雄平地上大的，虽然不是我尔珍贵的树种，不过对地方的生态、治水的维护拢真重要。针对地方的建议，都发局表示，新市镇计划甲开发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负责，会向中央反映地方甲民团的意见。记者看区教育郭永昌报道。中国直直绕了咱台湾，都有军事社群去记录到有一只中国军舰踮恒春外海公报，话讲美国军机你当咧接近中国台湾，通报你的意图。中国食咱的豆腐，讲话真呛，去互美军回击，讲美军遵照国际法，伫合法的空隙进行合法的军事行动。强机男一直绕台17几天到18透早，恐怖查到40台强机，8只强男侵扰。军事专业记录18反正1点外，有一只伫恒春外海停留的强男，想要广播赶走附近的美国军机，不过美军应讲，伫台海有航行自由的权利。 Chinese naval warship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进前国防部公布中国第3只航母福建号穿过台海的监控上，部长郭立雄当时表示，判定福建号要登去上海造船厂进行发解。不过，香港南华早报甲新加坡联合早报采用社群媒体流传的卫星影像指出，福建号甲辽宁号航母当做伙停伫青岛军港，即阵可能伫沿海展开双航艦编队演练。如果说是辽宁号跟福建号演习的话，它势必要跨出第一岛链。 针对日本警告的这意味会更强的。学者认为，这项双航艦演练是不是穿过伫岛链进入西太平洋是观察的重点。尤其中日关系紧张，相关行动象征日本的意思真重。不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讲，我认为首相高市早苗必须撤回台海议题发言。 難しいというよりも撤回する必要がないと思ってます。當時甲高市早苗關係真好的自民黨代理幹事長邱勝田光伊帶團訪台會見賴總統，雙方攏強調毋望台日關係繼續加強。相信未來日本將對台海及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做出更多的貢獻。我衷心期盼台灣和日本持續深化合作，共同努力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 太平洋的願景。台灣は日本にとって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す。現在日台関係は史上最良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こうした交流の機会をさらに増やしていくことが。 日台関係を一層後押し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因为日本国会會期結束，包括參議員龍坡宏文也甲捌擔任法務大臣的眾議員林木新友也攏分別組團來訪。所來日本調野會有將近30位國會議員陸續訪台。公司新聞採訪報道。也中國迄支手毋若存入到咱台灣，日本政府講伊要建設智慧城市，佇因的首都裝大量的監視器。 好，這個設備是對中國來的。也中國的監視器佇流亡的總林因店的社區是增愈濟，都驚予中國監控，當地居民真不安。伫加德滿都的波達哈大佛塔，大佛的目睭看到下凱眾生、金泰富軍、道路邊巷仔底，攏採滿嗰個清代對中國來的監視點樣鏡頭，互附近西藏人社區的民眾心內攏驚驚。These things are scary because the cameras are look same as the Lhasa cameras, you know. 今年尼泊爾政府對加德滿都的監視器系統做大規模技術升級。 最後是要建造智慧城市，保障交通加公共安全。不過已經出現所謂違反監控學生加抗疫人士的隱憂。一掛監視器加雲端系統，最後攏是中國的大華加海港威勢兩間大廠製造供應。中國企業親像華為、中興，也佇尼泊爾快速擴張。自城市到邊境的山頂，監控設施4月攏舊，海外西藏人就算已經流亡，依然感受到誠大壓力。 Chinese pressure ले तिम्रो त्यो Tibetan settlement गएर के गर्छ त्यो हाम्रो एन्टी एक्टिभिटिज के गर्छ तपाईँ यो देखाउनु पर्छ देखायो भने फेरि यिनीहरूले केही पाउँछ कि त न्यु जिया त जेको न्युम्बा जोगुन्दो तनी
ngazula ji wire ka niling kha yor da yin na ngazula shelo kan jo mo chok chata ji ji ngazula ji shelo ya so na khosun zen jo ga gen 这个 dimizere 尼泊尔伫咧经济基础建设抑个科技，拢正依靠中国的资金加企业的支持，加北京关系正密切。美联社报道，尼泊尔警方会配合中国的立场，伫西藏恐怖或者是达赖喇嘛生日这款敏感的纪念日前后，控制反华加挺西藏的活动，甚至提前掠人，限制西藏人伫当地行动自由，抑个声音。以前每年拢有几多千的西藏人伫尼泊尔要求庇护，抑过去年只敢剩个位数。有真侪西藏人怎么也选择要离开？伫咧尼泊尔的西藏人人口已经自2万多人减到剩一半，甚至更较少。公司新闻是会中报道。昨昏早起11点外，高雄国际机场有一个外国旅客，海关认为讲伊的行李有问题，要搁在检查时呢，这个旅客怎啊冲出去管制区？虽然讲走敢若杯也是随行掠到，确定讲伊的行李有藏毒品，也嫌犯诈毒，搁硬冲出去管制区。这嘛是高雄国际机场53档来第一例。高雄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一个穿乌衫乌裤的人，雄雄公公走对外面去，后面有2个人手拿笔拿挂捉出去。边仔旅客看到这颗办事，拢随动点。高雄国际机场日晚道雄雄出现这款走烧肉的画面，有民众拄啊搁在排队等停车，讲有看到远景在掠一个外国人，不过无清楚原因。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押回来了。对，那他身上有带什么东西吗？或是没有？没有看到，他就空手，就是很刑警把他押进来。警方表示，即摆外籍个查甫人伫咧入境通关的时阵，海关人员因为感觉伊的行李检查无啥对当，所以要求其去检查大复检。不过嫌犯一直下体无愿意配合，探入境的人顶过来，行李一拍开，起卡就动，一路冲出管制区，走到外面的停车场去。加在警方甲海关人员拢正猛扯，连伊都甲嫌犯掠回来。这嘛是高雄机场开办国际航线53年来，头一摆有嫌犯诈毒技检冲出管制线。迅速在约3分钟围捕制服犯嫌。该男子因涉嫌携带违禁品入境，已触犯刑事法相关罪责。本分局已依法逮捕该案侦办中。因为台北捷运发生攻击事件，即阵啊大家对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拢正重视。警方表示，事后确认嫌犯的行李内底有藏未足毒品，目前专案也依法侦办。另外，航警局也针对国内机场提升安全维护的级数，派警力加强戒备，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最近有民众去韩国佚佗，反映讲哦，伫遐入信用卡、入 Visa 刷中互请款。金管会表示讲，是韩国因的银行咧操作订单器，才安尼死。也即马 Visa 已经协助银行落去纠正。社区摄片也有对车看演唱会，韩国是咱国民众热门旅游地点，也不过最近社群上所传出，几位民众反映去韩国摕 Visa 信用卡消费，回国了后检视小单刷出现同款金额的几笔记录，亲像去向中国请款。因为我其实本身是没有记账习惯的人，所以根本不会去看账单，打开之后去对金额，然后发现有很多数字都一样，我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然后他就说的确授权码都是一样。民众旅卡制度，一笔含票47900块的消费，分别伫12月16、17，甚至19互请款3摆；也有一笔含票41000的消费，也分别伫12月16甲19互中互请款。跟那个 Visa 国际组织有做一个初步的了解，缘由是因为韩国有一家收单银行，它最近有那个清算系统有操作失误的情况，所以 Visa 其实正在协助这个收单银行再重新执行这个冲销的交易。韩国收单机构的账务调整完成，其实它那个账务就会自动变成是正常的。经过了解，毋但台湾民众受影响，全球几间发卡机构的持卡人，拢有中国请款的情况。那民众记录会当请发卡机构调整。国际发卡组织他们每天要处理的这个笔数大概都是上百万笔、上千万笔，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知道说，这是错误的交易。为了自己的权益还是要多多去看自己的账单。专家提醒，虽然即摆属于特例，也毋过为着避免信用卡中户户店家入唔着，也是做着不少人事投入，民众也是爱养成核对小单习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人客指控讲，食家己认聪明砂锅鱼头，食着家纸，食着塑胶袋啊，也业者呢是出面回实的。讲总店甲分店今仔日明仔载会停业来进行消毒，会开放人客去提钱。
餐厅的员工无用咧做消毒摒扫的工作，家己知名的3个味道餐厅，昨有人伫网络顶面发文讲食室内底有加纸了后，陆续阁有人分享伫同一天同款买到内底有加纸的食室，甚至阁有人分享12买时嘛发现有塑胶袋的状况，连续发生食安的问题，业者嘛出面来回实的。针对顾客所吃到的这些异物事件，来好好的谨慎处理。那也希望能对顾客呢做出最安全的做法。所以我们全面的检视我们所有门市的流程，包括整个内外场，还有我们的进货来源，也希望能把这些事情好好的让顾客有一个交代。那我们也会负责用标因应会时啊，哈，那都刚刚能够求进步改善，按雄厚啦。就是不小心，然后跑进去，如果是改善的话，还是可以的。业者表示，为21暗时开始到23，全部的店面拢会休工来进行店内甲店外清洁消毒的工作。家己市卫生局表示，知影有这件代志的发生，21度已经有派人去稽查，嘛要求业者爱改善无做好的部分。那现场呢是没有发现有病媒的情形，但是有发现一些环境的缺失，所以我们也立刻辅导业者，那开立限期改善单。卫生局强调，会继续来了解业者所来改善的状况。家己市这间砂锅鱼头店真出名，业者表示，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非常歹势，一定会加强环境甲出菜时食品卫生的流程，希望同款的代志袂阁再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运动部今日公布114年运动现况的调查，显示全台湾83.3%的民众有在做运动，其中有固定一礼拜运动3届民众来到35.6%，这是10年来上界多，显示讲政府推动全民运动已经有效果。真侪人上班规工坐咧，下班了后健身房四季会当看到骨力运动的食头路人。鼓励全民运动是运动部长就任了后头一个目标。运动部拜夜公布114年国内运动现况调查，全台有83.3%的民众有咧运动，有符合一礼拜3届。一届30分钟会喘会流汗，规律运动的人口达到35.6%，这个数字是这10年来上悬的纪录。10年来，女性增加8.9%，男性增加3%。近10年呢，女性运动会喘会流汗的比例比男性来得高，他们运动的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健康哦，健康意识的抬头以及预防医学的观念哦，其实女性是相当的重视。以运动项目来看，这10年来室内运动增加上侪，对原本的10.7%增加到16.9%，其中以羽毛球上明显，甲10年前比增加4.2%。运动部表示，这甲国民运动中心增加，和台湾羽毛球选手摕到世界冠军有关系。未来也会参考这份报告来思考全民运动安怎转型。未来在运动部的推动过程当中，也会以一个民众的生活行为形态的一个改变，作为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主轴。希望我们民众慢慢转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运动这件事情。运动部表示，根据调查，运动已经渐渐加做个人的习惯。未来政府会继续推动运动爱台湾2.0计划，协助地方政府发展县市的特色运动，增加公园运动的方便性，兼顾都市甲增加运动资源的发展。记者陈雪林秀凯台北报道。台铁第站接到人预告讲，会伫今仔下晡1点半伫坐稳台铁高铁办做伙的重点车头抗炸弹点互岛。台中甲高雄警察是武装巡逻，也高雄阁有人讲要展开封锁行动，要炸小港机场，即马经互检警移送法办。警员提金属探测器伫花圃中找找，敢是有可疑物品，甚至连消防栓箱甲粪扫桶拢无放过。台铁21暗接到不明人士预告，要伫转台甲坐稳公告的主要车站放玻璃物，预计2日下昼1点半引爆。台中坐稳高铁台中站是3天公告，坐稳警察队随从线顶巡逻警力为6个人提款90个人专线安检。可能会藏疑似暴力物的地方，比如说死角处啊，比如说储物柜啊、厕所啊、垃圾桶啊这一类。防身术这个重要性，以及自我是否该准备说，我需要去准备防狼喷雾啊，或是辣椒水等等的东西，那我会比较着重在这部分。
坐车旅客规矩意识提悬，台中市为27到明年元旦，都有3场大型演唱会，市府宣布中坐各大火车站、大型体育艺文场馆加指标性商场等96个据点启动，警力以及部署全城进入警戒。这96个据点包括39个公共的大众的运输的场站，包括中捷，包括各大火车站等等接驳点。高雄火车站到高铁左营站也全咧等，警员请装备巡逻。旅客讲会烦恼治安，无必要唔敢坐大众交通工具。是现在太多奇奇怪怪的人了，对，真的会怕。如果不是非必要，我也不敢搭乘交通工具啊。23号，会由警察局主导来进行各项的兵棋推演，那在29号也会做这个实兵的这个演练，在年末必须提高维安的这个强度。高雄市府表示，已经出动200名警员，搭配铁路警察、巡守各交通中心，为着后续耶诞节甲跨年的由警察局主导维安兵棋推演甲实兵演练，若有危及公共安全行为，会以优势警力排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 NCC 嘛呼吁媒体咧报攻击事件爱有站责，电视新闻若无处理画面，就直接放犯案的影像出来，是牵涉违法，相当可能会罚到200万。顶礼拜五，伫咧捷运台北车站中山站外口发生的随机杀人案件，大家无论是新闻还是网络，拢有真侪讨论。有民众反映讲，亲像新闻直直报凶手犯案的画面甲手路，会增加社会不安，也是有样看样。认为新闻应当加宣导防卫意识，宣导说不要边走边看滑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要多一份警惕心吧。对，就是不要就真的觉得好像都很安全之类，然后就不注意周遭环境。其实媒体也是导致犯罪因素滋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对，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想要去模仿，造成恐慌了。然后再来就是，就是其实也会担心到周遭家人或朋友，就是搭捷运会不会有这种隐患出现。电视受到卫生广播电视法和电视分级处理办法的规范 ，NCC 指出，新闻应当避免过度呈现使人惊吓的画面，牵涉暴力攻击、残酷等等的画面嘛，未当特写，着经过专业处理，袂使过度使用悲伤、真痛苦的影像，报道比例着斟酌避免二度伤害。针对台北随机杀人的电视新闻 ，NCC 讲已经有收到6件申诉，嘛可由媒体自律，下调新闻画面出来看是毋是牵涉违法，出来嘛会送到咨询会议再来决议。可能要注意说，不要有一些可能会对未满6岁的儿童发生不良影响的暴力、血腥、恐怖这些情节。卫星广播电视法它是规范在第28条，那如果违反的话，那的罚则从警告到20万到200万元这样子。针对网络的部分，台湾司法精神医学会嘛有专家指出，民众过度讨论加害者和传播嘛会致使模仿犯增加，所以民众嘛着爱自律。政府也应当强化网络巡检和通报介入的机制。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来讲花莲讲好，马太安溪广平桥起大水抢排气，也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讲工程人员是拼死赶工，进度提早。马太安溪广平桥会当伫明年1月初1就通车。为要赶紧做好马太湾溪广平桥，交通部以外3座包厢将清的认定，过10月18开始施工。这摆特别引进俗称水岛的屁垃圾钻头，加速更固拍入河坡的进度。主要这个下构冒梁，然后这个混凝土这个桥面都起来了。那大概后面就剩下照明，还有这个护栏、有泽西护栏这些相关交通标示标线的这个工作。在工程人员努力之下，原本按算明年1月底才完工的马太湾溪广平桥进度提前。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去巡视，就特别感谢工作人员以外，也宣布马太湾溪广平桥已提早到明年1月初通车。那我们现在能够顺利在1月1号让所有的乡亲能够透过这个钢便桥来通行。那包含在元旦假期或者是在春节假期的时候，我们不管是花莲跟台东的乡亲，或者是各地要来这个地方游玩的旅客，我们的台9线会因此而更加的顺畅哈。
马台湾溪港便桥全长700公尺，目前甘乃村 A4 铺面，通车了会取代2边涵港的便道，增加安全性，而且引互各种的车拢通过，时速30公里，互公互地区民众真期待。一定是有效的，因为很多的商家本来都没有信心了，都想放弃了，听说这个便桥要做，目前就等这个便桥赶快做起来。被强化马太安溪永久桥重建工程是规划伫115年1月初启动，按算115年12月31日成段向线通车，116年12月31日全线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也云林大溪新兴勇士区300多公顷大部分是咧饲粉药，附近有2公里长的爆发呢，20多冬来拢无征收渔民的出入是真危险。也云林县府就向中央来争取2亿1千万，要甲爆发抬到6公尺悬，按算伫咧2027年来完工。强烈的东北季风和海涌一直线，爆花边的大粒石头嘛刷位，甚至有的是落靠爆花边的大路。当地民众烦恼这有危险，佮惊讲风台若来，爆花放去，气温会有损失。改善真好啊，无改善袂使，无改善会放去，嘿啊，拢搬快啊，水伤大啊，换伤贵伤低啊啦。因为海水来，海水头石头悬嘛，啊，落来放落，然规片统拢平啊，规片这300几公顷也拢平啊。云林大溪新兴勇士区的面积有300多公顷，大部分拢是饲蛤蟆，边仔爆花差不多2公里，因为地层下旱年久失修，只要撞到风台或者是东北季风渗大涌，规个勇士湖就爱烦恼都会登去，所以云林县府向中央争取2亿1千万要来修理。这是一个工程是循灾后复建向中央来争取，然后我们就一并将2公里一并做整体的一个整治，然后给它加高，然后增加它保护标准。云林县水利处讲，这个爆花原本干那4米5，会搁到 L 型的房啊，互爆花提悬到6米2。爆花头前会搁贴石头啊，减少海涌的冲击。啊，挖路这边嘛，搁会用安稳土空起来固定。工程估计伫2027年年中会完工。公司新闻王伟阳云林报道。咱台湾即马是老人济，囡仔少，也台东即2-3冬是全国唯一一个县市出世的人口有来成长。县府呢要搁再增加即个津贴，继续拼生育率，也针对人工生殖甲冻卵子提供拢总12万，这是目前全国补助上介济的县市。台南县卫生局22早起举行台南市卫生所改建落成典礼，提供市民更加好的基层预防医疗保健。县府也同时宣布新的生育补助措施，明年开始提供未生的翁仔某人工生殖加卵子冷冻补助，总共12万，只要涉及伫台南县就能领补助。这个补助方面这个在县内县外只要合格的这个医疗机构它都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福利政策，在要实施前，我们在财务规划上都是已经审慎去实施，去了解，请大家放心。卫生局讲，台南县提供的卫生生育补助，这嘛是全国上悬的，而且台南县的妇女自生囡仔、请囡仔，拢有各种无共补助。这么讲，提供准妈妈第3包，各类生囡仔的福利正多样。这个需求应该是非常大的。那或许是在这个经济压力上，然后没有办法让这些年轻夫妻去做这样的事情。卫生局讲，台南县医疗院所这嘛是无提供冷冻卵子加人工生殖的服务，而且冷冻卵子加人工生殖的费用若加起来，差不多要30万左右。县府这边提供12万的补助，若搁加中央另外补助，会当大幅度降低少年未生的翁仔某因的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印度东部因一座机场，因的跑道变做考试场，亲像安尼，超过8,000人坐伫涂骹看题目写答案，想要考到公职。好，遮尔济人当局就要派无人机去监考，也8,000人敢若出187个，甚至讲高学历嘛报名，显示讲印度青年因的失业率真严重。超过8,000个找头路的人，甲奥里萨邦这座备用跑道期间满满是参加志愿性协助警察组织的地方志愿警卫队的考试，争取辖区内24个警察分局拢总187个名额，录取率大概2.3%。报考的资格上低教育学历是必须爱完成初级小学，
也就是5年的学业。不过有真侪报考的人拢是大学毕业。有的甚至是硕士、管理，也是技术学历的人，也就是因为考试的人数真侪，所以借用这座主要支援小型飞行机，或者是有当时做军事用途、无定期商业航班的机场来做考试的所在。考生90分钟内要完成笔试，过关的人才会使入去体能测验。规个考试过程用无人机专程监考。这场考试反映出印度青年失业危机，技能甲就业机会是斗袂罢。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失业率更较悬，大学毕业生学习理论较侪过实务技能，无法度做制造业，也是科技职位。高学历的人甘愿失业，嘛无要做较低阶的工课，所以会当看到真侪青年参加像地方志愿警卫队这款的公职考试。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印度15至24岁失业率伫2023年是18%。也拿私人智库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数据指出，印度规个失业率疫情之前是敢若6%，2024年是8.5%。阿里萨邦地方志愿警卫队是合约制，逐工的津贴大概是台币260块。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观众朋友，咱来看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17度至26度，中部地区15度至26度，南部地区16度至28度。东部这边17度至26度，外岛地区16度至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